呢啲究竟係水草定頭髮啦Hello， 大家好，又係我史蒂芬，歡迎收睇《靈視偵緝檔案》。今日嚟到佛山千燈湖。千燈湖其實係個人工湖，從1999年起，當時就想將南海桂田呢片農田同舊工廠變成城市綠肺。佢點解叫千燈湖？就因為佢原來真係裝咗超過1300盞景觀燈，所以叫千燈湖。佢仲拎過全球城市土地大獎，號稱亞洲第一。而家周邊都係甲級寫字樓同豪宅，係佛山最貴嘅地方之一。雖然千燈湖治安好好，但喺2000年初期，呢度仲未完全開發成熟，周邊仲有好多工地同草叢。夜晚其實好靜。當時最令佛山人震驚嘅一單劫殺案，一對後生情侶夜晚喺湖邊行到去比較陰暗嘅角落，遇到幾個賊仔持刀搶劫。個男仔為咗保護女朋友，同賊仔搏鬥，結果俾人捅中要害，當場送命。呢件事之後，千燈湖先開始全面加裝閉路電視，同埋增加保安巡邏。而關於千燈湖流傳得最廣嘅一個玄學說法就係千燈鎮魂。有人話千燈湖呢個以前係水網交匯處，加上施工初期動咗土，陰氣好重。坊間傳聞政府起咁多盞燈，仲要搞咁長嘅軸線，其實係請咗高人佈局，用千燈作為陽火去鎮壓地底嘅陰氣。啲人話你睇呢度夜晚幾光，就算凌晨2、3點都燈火通明，就係為咗唔俾陰氣聚集。可能因為咁，所以呢邊亦都有好多都市傳說。大家都知道千燈湖係好多運動愛好者嘅夜跑勝地。傳聞有個男仔有一晚夜晚凌晨1點左右喺附近嘅綠道跑緊步，佢見到前面有個女仔着住淺色運動衫跑得好快，佢就想跑上去打個招呼，點知追咗幾百米，始終同個女仔保持住一段距離。等佢跑到一個彎位，見到個女仔轉咗入去，跟住追埋入去啦，發現前面係一盞壞咗閃下閃下嘅路燈，而前面成條路都一個人都冇。當時嗰度一片係湖，一片係密密麻麻嘅樹林，根本冇地方可以咁快匿埋。佢嚇到即刻掉頭跑返屋企。而另外一個就喺以前呢度做過保安嘅人傳出嚟，話說有一晚2個保安喺監控室值班，見到當時對住湖邊某個艇嘅閉路電視有個着白衫嘅人坐喺度。因為當時已經係好夜，佢哋就通過對講機叫附近巡邏嘅同事去睇下，慎防佢發生咩事。巡邏嘅保安行到過去艇度，跟住話冇人啦，呢度空嘅喎。但監控室嘅人明明見到個白衫人就坐喺巡邏保安對面，甚至仲抬頭對住個保安笑。監控室嘅人嚇到成身汗，即刻叫個保安同事快啲走。呢條橋都幾斜喎，而且好高，有一種行咗上過山車嘅感覺。咁大片湖當然就會有好多魚。雖然明面上係話唔俾釣魚，但到咗半夜，好多釣魚佬都會偷偷地嚟呢邊。曾經有人試過喺湖邊近草叢嘅水面見到一團黑掹掹好似女人長髮咁嘅嘢，佢起初以為係水草，但當佢用電筒照過去，嗰團似水草又似頭髮嘅嘢，好似有生命咁，慢慢就飄走咗，仲要潛埋入水底。聽老一輩講，千燈湖當時連住好多河涌，呢啲可能係以前意外浸死嘅冤魂，亦即係所謂嘅水鬼喺度揾緊替身。個公園好靜，行完一圈遇到嘅人都唔超過5個，但係估唔到最有感覺嘅竟然係個博物館。同埋嗰條橋都幾過癮，好似人肉過山車咁，大家可以嚟試下。下次見。